想低門檻上車嘅朋友仔注意啦喎！呢個位於中山東部嘅新區屋苑咧，首付只需要3萬就可以上車啦。而家送全屋嘅家私家電，屋苑位於咧中山嘅南朗鎮，10分鐘就可以到達中山最 hit 嘅馬鞍島，樓價只需要馬鞍島嘅一半添。南朗快線咧直通我哋嘅深中通道噶啦，所以咧深港往返咧都超級方便嘅。退休度假咧有雲光梯森林公園啦，仲有我哋嘅崖口濕地公園之類嘅景點啦。醫療可以靠近我哋嘅南朗醫院啦，周邊仲有1+1等等嘅商業配套添。重點嚟睇呢個89平方嘅標戶型啦，純板樓嘅全明設計啦，戶型咧方正咧通透啦，3房佈局咧十分之實用同埋舒適嘅，仲有大嘅飄窗可以望一望山景，日日坐喺度嘆下下午茶啦，睇下景啦，退休自住咧真係正到痹啦。所以低價上車大灣區嘅話咧，呢個價格咧簡直係 perfect 喎。嗱，咁呢度咧介紹嘅戶型咧，我哋仲有其他可以揀嘅，詳情可以諮詢我哋嘅。呢個屋苑首付3萬，仲送全屋嘅家私家電，仲送埋車位添啦，仲要係精裝現樓啦。咁想要樓盤資料嘅話，就嚟諮詢我哋啦。